气象啊，今天持续受到冷气团的影响之下，像是清晨台南还有台北地区呢，这低温呢是只有13、14度。那么高屏还有花东地区的低温呢，也是只有16到19度。预计白天高温在北部啊，几乎是不会到20度，所以一整天都是比较偏凉的。地面图可以看到，其实降雨方面呢，仍然还是有一些华南水汽是逐渐的东移到台湾的上空。那么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仍然会有短阵阵雨，中南部也会有阵雨，不过呢比较偏少。那么其实，在下午的时候呢，就会明显缓和了。现在详细的天气预测就要提供给您。